欢迎光臨，請入來坐。好。這係菜單，愛同你小解無？好啊，今日嘅收入菜係乜嘅？我會推薦清秀歡迎嘅板條、豬腸炒薑絲同泡菜豬肉湯。看起來當好食，我點了幾樣菜，莫加辣咯。冇問題，同講哦，這豬腸炒薑絲係當好嘅菜呀。人講寒天菜頭，熱天薑，生發唔是上藥房啊。安好。係呀，食了豬腸炒薑絲，餐前冇人啲。豬腸炒薑絲幸福天體腸哦，菜出菜咧，天天食咯，口味食得冇？食菜以後食，下次擺將過來食。感謝光臨，祝福你了來歡喜哦。